台南飞龙船比赛是全台湾历史上界悠久，传承到今已经超过300档。其中有一天18号以传统鼓励亲自主持这工，自运河安业桥到升天桥之站，迎请水神、嘉陵船等仪式，祈求赛事平安顺利。我们一年一度的专邀请在此，我们2023年惠安市国际龙舟锦标赛，期待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度过。因为疫情停办2档的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今年总共有103支队伍参加，有超过2000位选手车拼，竞争相当激烈。开幕典礼上，选手拢充满自信，要来争夺上悬30万的奖金。随后，知名火舞的精彩表演，用水龙甲火龙结合的重头戏，将活动炸入上高潮，吸引上万民众参观。在凉爽的清风中，我们共同迎来112年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也就是我们2023年我们许多文化活动在这个时候就陆陆续续展开。我们的龙舟赛今天开始，18号开始，一直到22号，这5天的时间，总共103队来参加竞技。我们总共有12艘大型龙舟跟小型龙舟，这可以说是参赛的队伍从过去因为疫情停办以来算是最多的日前解封后第一场大型的国际龙船比赛，邀请大家19号到22号做回来台南运河为选手加油打气。记者综合采访报道。